政府这个消防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还是要往咱市内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给咱这山区这个老伙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必须要是不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要来扩大，要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12月1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消防署将每年的12月16号定为一氧化碳宣导日。日前伫南区明星社区举办宣导活动，透过学校甲以小葫芦中队的表演宣导知识。寒天民众爱洗烧水，但每年因为热水炉安置的位置，或者是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一氧化碳的中毒。根据统计，对民国108年到112年，全国总共发生118件，造成27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会用讲是无形的杀手。一氧化碳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啦吼。以108年到112年消防署的统计咱台湾全省总共有118件的一氧化碳中毒，造成了27个人的死亡跟497人的受伤。今年到12月12号，全省发生22件，导致1个人死亡跟59个人的受伤。是安怎咱甲讲做伊是隐形的杀手？因为有那一氧化碳中毒，咱拢是不知不觉啦，不知不觉。你像平均来讲，一场的一氧化碳中毒可能都会造成3到4个人的伤亡啊。
一般的火警可能不会造成这么多啊。因此，台南市消防局日前伫南区明兴社区举办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宣导，透过学校啦啦舞蹈，结合着艺校妇女中队精彩话剧表演，宣导防止一氧化碳的知识。第一呢，我们的型号形式一定要正确，有户内型、户外型，千万要装对。另外呢，再来就是我们所装的热水器一定要有安全认证的标章。另外呢，我们要请合格的技术士来帮我们安装。最重要的是，就是要定期检查，每到5年至少要重新检修一次。再来呢，我们就是要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另外，市府消防局对明年1月1号到2月底，针对有一氧化碳中毒的肯氏住户，嘛将进行清扫甲热换热水器，每户上悬补助3000块。另外，低收入户更悬更高达12000块的补助。名额有限，用完杂志。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位在7个一地公园土地，市府工务局为了方便管理，规划改善经费，前后投入要1000万，号名叫做黄仙祖纪念公园，并设立灯箱。对此，议会国民党团认为，市府不应该用人民的钱为大道人士设立纪念公园加灯箱。所以，伫上午召开记者会。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个书记长林彦竹的带领，包括3位副书记长甲发言人，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市府用人民的纳税钱、国家的土地来兴建个人的纪念公园，而且文化局佫开了158万来设立灯箱。国民党团议员批评，甲各府灯箱被扭倒，以及慰安妇灯箱比较起来。批评市府多理将预算减掉。社区的公园绝对可以有一个名称，那为什么不叫黄伟哲公园呐？为什么不叫嘉陵黄公园呐？为什么叫黄仙柱啦？我认为今天一个公园在社区，我们都很乐意看到，但是不是把它包进来，用市府的预算，这就是很不对。那当被抓包了，就说好，他们自己出钱。用的是国家的土地，你不会觉得这很离谱吗？纳税人的钱要来维护，然后用国家的土地，我问一下啦，什么人会引导的人会当伊摆遐卖啦？国有财产的土地你去施工，让一个民间人放在这里，你觉得你的立场很尴尬吗？是不是我们应该是不是把它要去除掉？有没有办法拆除掉？消息一出，虽然市府回应灯箱的部分家属愿意来支出。但对着工务局以着公园改善工程为理由，先开了762万来施工，后来佫变更设计，铺设步道，设伫凉亭顶，所有的工程伫个12月初来完工，而且当初的号名嘛为了方便管理，甲着日后的维护。因为七股当初早期它不是都市计划范围，那既然不是都市计划范围，要修辟公园，其实就变成要找一个类似一个公有的土地去做一个设置那所以说设计完了以后去做施工，那也很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不幸的是刚好那个地方刚好某一个人刚好就这样子，然后所以说对公务局来讲，它就是要一个名称能够去做一个管理。公务局本来就是要一个民间做公园的一个管理，那所以说这个公园不管它叫 A 叫 B 叫 C 叫 D，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名称，让我们以后将来要维护管理能够比较好去做。我们是用代办的方式来找一个比较适合的艺术家这个是因为我在问的是为什么你们现在说是家属对，然后为什么我们招标啦？你即嘛是请你。最后，议会国民党团要求，希望市府伫个农历年过后，将7个西寮里的社区公园来恢复，绝对无允准用公家的资源来设立私人的灯箱甲个公园，若无将以涉嫌盗理、预算减掉来调查。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南方集团总裁侯伯明也是侯永都社会福利助成事业基金会创办人。每年拢会登去故乡发表文件，今年已经迈入第14档。
这届发出790万块，拢总有2000多人受惠，互相信用感觉讲特别甘心。先进企业社会责任协助故乡弱势好过年。南胖集团总裁侯永都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创办人侯伯明，14号一透早出现伫立中港临安宫，发送慰问金予北门客家、中关的弱势家庭，希望借此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暖。今年拢总发2300几个人，790万。第14年，非常的欢喜，企业界第二我的呼吁来领养伊的这个区域，咱继续伫北门、将军客家，咱来帮忙这个需要的这个同胞，再次呼吁这个企业界来领养故乡偏远地方的需要的帮忙。我下早高铁落来，拄到咱的郭部长，我嘛讲我要来遮发放，伊去城台要演讲，咱的经济部长，我嘛讲大家爱团结，渡过这个难关，小翔官人到，我嘛想着这咱故乡的老人，所以这次嘛是搁落来，来关心这个老人，大家过一个平安的这个新年。侯永都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寒冬送暖的活动，举办已经迈入第14冬，关怀对象是3区3款低收入户以及残障人士。这次总计发送790万慰问金，14冬来总计发出6642万，累计有25700人次受惠。侯永都基金会由侯伯明3兄弟关键统一企业环球水泥股票创立，纪念父亲侯永都遗爱灵感。基金会自民国78年创立以来，其附属的单位永都艺术馆历年发送的善款累计达到3亿3千万，也捐予慈善社福单位32台车辆，希望透过当年累月付出，唤起社会对着弱势团体重视。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台糖长荣酒店拜三公益活动，自2007年开始，透过餐饮优惠，鼓励消费者做伙做公益。2024甲时汉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合作，也将在这个月圆满结束，拢总有3000多人响应。台糖中酒店2024周三公益日活动，下半年甲时汉儿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即将伫12月底圆满落幕。结合3000多位善心人士，总共募得新台票15万。中酒店16号特别将这笔善款交予时汉儿社会福利基金会，作为汉儿的照顾经费。向左边哦，好，来谢谢。台糖长荣酒店在台南已经21年了，明年就是第21年。那每一年我们会选2个社会福利单位来提出我们的爱心公益日的活动。这部分当然是因为台糖长荣酒店，台糖是业主，长荣是经营团队，这2大社会最大的企业，我们希望说用爱造福社会，取之社会，用之于社会。尤其台糖长荣酒店在台南这边在地落地生根，已经这么多年了。当然，希望我们台南市的民众这么的支持我们也可以运用台南市民众的力量。我们希望把这个收益转成做善心。我们非常的感谢台糖长荣，我觉得我们已经因为30年了，可是台糖长荣才23年，刚刚总经理讲，可是他们做了这项善举，已经做了17年。记得我们承办人说，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能够持续的做，不断的做，它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不是给台糖长荣一个最棒的鼓励，好不好？谢谢他们给我们13团体、我们社福团体的一些的不断的支持哈。2025年，舟山公益的帮助单位是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小烫伤以及面部损伤的朋友。阳光很荣幸能够接棒，在2025年接棒成为受赠单位。那我们的这份资源呢，将用于南区中心的烧伤和眼损朋友的身心理重建服务计划。希望有各位以及社会大众的支持，能够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烧伤眼损朋友，更早日从生命的谷底能够回到日常，重见阳光。我们照顾弱势团体跟我们社福机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的责任，但是碍于呢有相当多的法规法令
也碍于呢许多预算，所以呢，其实我们社会局在某些行动上呢，其实行动力它比较不充足，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公私协力，我们需要呢有我们更多的企业可以呢来付出行动、付出资源，来协助我们更多的社会团体。大同中英酒店总经理陈彦明表示，透过周3公益的活动，希望会当带动更多人响应善款募集，支持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借社会大众力量，将关怀化为实际行动。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圣诞节要到啊，希树仔图书馆特别举办圣诞同乐会，活动包括志工表演、儿童故事剧、交换礼物等等活动，吸引了真侪家庭来参加。希树图书馆每礼拜故事时间以及活动拢会当顺利进行，拢是因为有这群志工朋友的协助。伫象征感恩以及团圆圣诞节，官方特别举办表演活动，感谢志工无私的付出。恭喜！今年的圣诞同乐会也邀请异想天开魔法故事活动协会，再来吹笛子的男孩儿童剧，充满趣味又搁兼顾亲子教育内容，和大小朋友伫欢乐中亲近做伙。黏，小爱阿姨想要黏手掌，所以跟旁边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黏住手掌。每一年在圣诞节的前夕呢，都会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温馨活动。那我们从103年到这边已经办了10几年了。那每一次我们都透过这样子的活动，然后结合社区还有里面一些小朋友一起跟家长们到我们图书馆来。第一，可以提高我们的借书率；那第二，也可以感受到温馨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今天除了有说故事的一个活动以外，那另外呢，我们也会交换礼物，用我们的小朋友跟家长准备一个小礼物，那公所也会有，那用这样子的一个交换，把心意传达给大家。图书馆为推广活读，配合龙年以及台南400，推出拢来读册活读几种活动，吸引真侪民众来图书馆借册，不只为活读当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增加亲子的互动，非常有意义。除了活读各种，官方也规划各种活动，用心的规划，就是希望让更多市民大众亲近图书馆。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点亮明德里暨水交社音乐响应，14号暗时在南区日前开唱，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莫拢踮伫厝内，会使出去行行的。第3届水交社音乐响应，30日暗时伫水交社路闹热展开。主办单位特别请来 Stevens 乐团，再来一首欢乐气氛的歌曲，吸引真侪小朋友哪唱哪跳。世界花园略换券的先提领，有拿世界花园请排在另外一边。除了音乐响应，主办单位也规划了点亮明德里的活动，邀请民政局长张灵煌、南区区长肖秀华、市员王家珍、罗坤浩、周丽金、李启伟担任点灯的贵宾，做伙点亮明德里的暗暝。掌声！我们的明德里越来越旺，越来越幸福。我们这个地方，你看，本来是建区，现在呢，已经高楼大厦一堆了，所以中间还有这个安全岛，你看像公园的安全岛，所以我们整个环境都非常的优美，可以带动地方。所以我们每一年这里的房价都涨一平都涨了好几万，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住户，那个李明威李董事长，还有我们 Amy 姐。他们热情的赞助，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说实在非常的繁荣。里长陈瑞华表示，
点亮明德里，以中华民国国旗蓝白红为色的主体，象征贯穿爱国爱家的文化精神。第3届点亮水交社闪亮幸福城的活动，每一年的我们所做的点亮的主题都不一样。那今年呢，其实我们的灯有3种颜色，蓝色、白色还有红色。那主要也是呼应到这次国旗的一个议题。然后呢，我觉得很高兴的是，我们有未卜先知哦，我们世界棒球队得到了冠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完全就是呼应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一个意象来做一个设计。同款嘛是在地社区大户胜利之声广播电台董事长李明威也出钱出力，赞助玩具礼品，给小朋友摕回去厝。明德里社区发展协会以及世界花园社区经主委许惠美也准备了餐点以及棉花糖，给大小朋友有吃还有通耍。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桃园寿山高中边有一间甜点店，特色是较细粒的手工鸡卵糕，加上节日时会出限定的口味，受到真侪民众的欢迎。其实，这间店的背后，阁有一段爱的故事，带来镜头咱做伙来了解。来到桃园龟山寿山高中旁一间甜点店，老板娘正忙着为蛋糕做最后装饰，好端上桌给客人品尝。这间由姐妹合开的甜点店，由姐姐负责外场，妹妹负责内场，每天制作多款选用新鲜当季水果的小蛋糕贩售。2019年开店至今，生意十分稳定。不过姐妹俩异口同声表示，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辞职创业开甜点店，因为一开始他们制作贩售甜点的初衷，只是想陪住在福源山步道口旁的阿公说说话而已。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是有自己有工作的，我们真的没有想过说真的要开一间甜点店。但是因为礼拜六日，因为我阿公一个人住在那个四合院里面，所以他其实礼拜六日是没有人去陪他讲话的。我们那时候其实要在那边开一个小摊子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东西去卖给那边的登山客以外，其实还可以就是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陪阿公讲话。因为阿公其实年纪也大了，就是他有需要人家去陪伴这样子。对，所以一开始是这样，可是后来就是因为登山客他们人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多会来买我们的东西。之后我们就想说，那好像可以试看看，说也许我们可以试看看，我们开一间店，然后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看一下我们龟山人能不能接受。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其实龟山人还是蛮喜欢就是这种法式甜点或者是甜点类的东西。在还是小摊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卖那种常温甜点。那最主要的就是其实是凤梨酥啊，然后还有那种切片类的棒蛋糕、马德莲之类的。一开始其实只是自己在家里玩这些甜点，那就是越玩越有兴趣，然后就发现上班也不太专心的，都在想甜点的事情。然后就是刚好也是姐姐跟妈妈鼓励，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去外面做一些进修，然后也稍微去外面闯了一下，然后才决定来开店。对，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疑惑的支持我，我自己都很紧张，说我会不会撑不住之类的，但他们就完全100%信任，我觉得也是蛮感动的。在家人与顾客的鼓励下，姐妹俩以阿公与她的狗为灵感，设计出了店名与 logo， 开启创业生涯。而姐姐也从顾客的回馈中找到了制作4寸小蛋糕的灵感，让客人能够轻松享受甜点而无负担，也成为店内一大特色。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有想过要卖切片式的，有想过，但是我们后来觉得好像小蛋糕也是蛮不错，就是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可能对于小家庭来说，他们觉得买一个6寸或8寸蛋糕，他们觉得负担很大。可是我们如果做了一个小蛋糕，对于可能是情侣啊，或者是他们可能只有就是爸爸妈妈跟一个小 baby 的那种，他们要庆生的话，他们就可以很无负担的庆生。对，你也可以把它装饰得很漂亮，然后也是可以就是吹个蜡烛，然后庆生，然后大家很开心这样子。对，那我们这边比较多的客群的话，其实会买这种小蛋糕，基本上真的都是情侣，或者是他们可能2-3个朋友，或者是这种小家庭，他们会来买这样子。
不过即便是姐妹，也难免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她们坦言常常会为各种事情或坚持而吵架，幸好最后都能互相包容妥协，甚至是就此开创了新口味。尤其店里在重要节日都会特别开发期间限定的创新口味蛋糕，提供顾客不同的味觉享受。主要负责制作蛋糕的妹妹便分享他们的灵感来源，姐姐也笑说可以考虑在开店10周年时来复刻这些独特口味的蛋糕。的那个嘛，的话是今年的父亲节，那它是椰子咖啡。那其实当初的研发也只是因为我们去外面喝咖啡喝到了这个口味，然后就想说，也蛮适合父亲节的形象，然后这口味也还蛮少见，那我们就试着做做看。对，然后还有这一款的话，它其实是我们母亲节的蛋糕，然后它是栗子豆花。那时候真的也只是因为吃到豆花觉得可以用。就是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可能吃到什么东西，就想说，可以拿来做在甜点里面，然后可以拿来干什么，然后就会把它就是会试着试试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会呈现给我的客人们试试看。所以我们就是店里面也常常会有很多客人，他们都会知道说我们3不5时会有一些有奇怪的东西，所以他们都会上我们粉丝专页去 follow 我们今天有什么甜点，然后看到新的时候，他就会说，今天有新品，我要留一个，然后我到时候再过来拿。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我1年出3颗不同款的蛋糕。如果我做10年的话，我就有30颗蛋糕，对不对？到了10周年的时候，阿芝要办一个盛大的庆典，就是把这30颗蛋糕，我们要做一个复刻版出来，然后邀请大家来吃。可是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啊。就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做，就是可能用票选的方式说你们最喜欢的是哪几颗蛋糕，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蛋糕做出来，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过来庆祝我们阿芝的10周年这样子。融合了孙女对阿公的爱，以及手足之间互相扶持的情感，让姐妹俩的甜点多了份人情味，也走出属于她们自己的甜点之路。她们也期许自己能够继续精进手艺，制作出更多精致又美味的甜点，带给顾客甜蜜享受。记者刘雨婷，台湾报道。感谢您收看12月16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曼晶，再会。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锾。停让1小步，交安1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
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啦。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拉力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啦。